湾落大雨，气象署针对双北、宜兰发布大水呼特报。目前双北甲宜兰山区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第二线这边检方约旦受结凯陈碧玲等等，郭立雄表示会甲军医局来检举，无排除甲体检的标准变严格。新竹竹北一只比特犬攻击别人的狗仔，动保所发现这只比特犬无登记，嘛无做防护，要甲主人罚8万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1日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114年全国运动会即马当咧云林咧办比赛，高雄市代表队已经摕到22块金牌，也毋过这女子的篮球队所传出真喊过的代志，就是因为这规队呢拢无早选手证，互裁判甲伊判失格，规定人要被拍到球就输去。高雄市政府是表示讲，等比赛结束会来检讨。快速传球互相暗号找找得分的机会。114年全国运动会女子篮球比赛，这几天当日进行8强的赛程。原底高雄队19要甲台南队比赛，不过大家拢想袂到，这场比赛选手连球都也被卡掉，就输去。而且输球的原因竟然是全队的选手证，和教练老高伫外馆区未付过长工比赛使用。他们没有坐那一部车回来，结果选手证呢就是放在车上，没有拿下来。他等到第二天。早上8点多要比赛的时候，就发现选手证没有带。那个人无责任，你唔知？无责任，啊个顶面未严，下骹就散，顶面正，顶面在。下骹才会知。选手证集中保管，不过负责保管证件教练所甲物件漏交伫外馆区，和裁判直接判高雄市代表队失格。有球员碰这种代志，竟然会发生伫全国性的比赛。高雄市的管理阶层到底是倒一粒螺丝说无安？高雄市运发局不要只会当这些协会，还有这些体育总会的财神爷，也更应该要去实际的督导，不要让这件事情成为高雄体坛的笑话，让螺丝掉满地。篮球委员会必须针对这一次的缺失来进行检讨。那不过现在还是在这个比赛的一个期间，相关的这个检讨，我们也等球队回来再来讨论。高雄队第一场输大包，第二场对台南因为无证件红判失格输去，第三场赢台中，1胜2败成绩，敢若会当甲金门拍5-6名。因为无证件无法度争取更较好的成绩，对辛苦训练的选手来讲，真正损失上大。记者柯家朱用高雄场报道。咱看即马这风城风台呢，离台湾已经愈来愈远啊，也毋过伊的外围环流也是带来大量的雨水。气象署是针对双北甲宜兰来发布大水呼特报。目前台北、新北甲宜兰的山区拢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也毋过敢会停班停课，也是要由地方政府来裁决。大丛的树仔倒伫路中央，得到巴士加载，无人受伤。这是新竹东门国校的树仔，因为风雨伤大倒去。这2天新竹以北的雨较粗，北部真侪所在拢传出路树倒去的灾情。根据气象署8月9日的统计，台北市拢总累积739毫米的雨量，新北533毫米，宜兰441毫米，桃园335毫米，基隆也有323毫米。其中雨水量上侪所在，就伫台北市的擎天宫，拢总落624毫米。最主要的降雨呢，其实通通都是集中在比较偏向是桃园以北到宜兰的这个区块。那在今天呢，其实早上的降雨呢，非常明显的是集中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甚至在宜兰比较偏山区的部分。气象署也针对双北、宜兰发布大水呼特报，针对台北山区发布超大水呼特报。那以目前的雨量来看，有3个县市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那目前我们的特报呢发布的状况是双北和宜兰是来到这个大豪雨，那在大台北的山区来到超大豪雨的情形。那不过这个雨量呢跟会不会上下班这样的状况，其实是来自县市政府对于这样的雨量报告呢会有一些自己的决策。气象署指出，目前伫咧新竹以北和宜兰地区，拢出现6级至7级的阵风，有的所在甚至出现10级至11级的阵风。文化大海风阁有透早出现12级的阵风。也若这款大水雨会落到当时，气象署表示，双北和宜兰地区恐惊爱落到拜高，提醒民众注意安全。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
这回受到这风城、风台甲东北季风互相作用的影响，这宜兰的大雨是落袂停。县政府宣布今仔日停班停课，苏澳、永春甲永乐里是因为发布土石流红色警戒，有上百人撤离。一寡所在即马已经开始咧淹水啊。因那这宜兰头城的孤山岛，昨开始是封岛3天。民众家属只有把水放出去。受到风城、风台甲东北季风强化效应的影响，宜兰的雨是规趟倒。苏澳镇的永春里、永乐里、甲南澳的东角村已经发布水防沙红色警戒。苏澳镇公所透早2点，针对永春里、永乐里差不多100个人，甲因疏开甲安置。半个钟头我就差不多就是到这。啊，你迄当阵啊是几点？恁考几点？甲你控袂？阮较晚啦。较晚哈。那也是大家在熟睡的时候，所以包括我们公所里干事、警员，哦，其实我们就严加严护的去敲门哈。部分调层行动不方便的民众，镇公所嘛派有去工功能的幸福巴士去协助撤离。这2日，南澳测到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440毫米。气象署预估，宜兰平地219一天累积的雨量会达到340毫米。宜兰县停班停课1天，早起嘛调开灾害应变中心头一届的工作会议，而且提醒组以及开设。县政府在考量整个民众的一个进出安全以及这个上课上班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昨天特别做了一个今天停班课的一个决定。目前宜兰的雨也是落无休困，东山乡部分地势较低车路已经有淹水的情形。头城大溪雨嘛不了大，车路边的边坡水是一直拼落来，宜兰河水位嘛一直加悬。警方已经甲停伫爆花内底的车全部通知爱驶走。也若头城孤山岛风影是真大，东北角风管处宣布，为20日开始封岛3天，所有的观光渔船拢爱歇伫咧乌石港，拢无驶出去。大水雨直拼落来，宜兰县是真尽心咧运用，预防发生灾情。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则意外的消息，这是发生在嘉义市西区有一间集合式的主体3楼呢，昨半暝大火烧。这警报器是甲证人养护精神，消防队是协助甲居民疏开，也有救出掉伫4楼的6个人。加在这场火灾是无人伤亡。分队车豆豆醒源，要来救受困的住户。半暝11点外的时阵，嘉义市大通路这间集合式的主体3楼火烧，楼顶阁有1家伙3台受困。嘉义市消防局出动分推车，成功把6个人，包括上细汉只有5个月大婴仔，拢安全救出来。指挥中心这边要请受困者的部分先关门自救，保护自救，确保自身没有浓烟窜入。那再由云梯车这边把人员安全的一个救下。而3楼抢救的部分也立即部署水线进入，将火势扑灭。那成功将整个现场控制，没有人员一个受伤的状况。消防局表示，第一批人员到的时阵，就看到3楼有真侪烟冲出来，也面对通报支援，嘛赶紧来疏散住户甲附近的厝边。附近的民众就讲，看到的时阵，火就已经烧起来啊。我这边看是看到烟足大港的，烟足大港。伊迄边看是讲因3楼有火啊。我出来的时阵是火搁还袂烧伫我内底，我出来的时阵是无啦，但是后壁阮就无入去内底啊，阮人拢伫安内遐。嘉义市消防局伫11点17分接到通报，伫11点52分的时阵已经甲现场的火拍花，有住户怀疑是电线相拍电所引起的。消防局表示，详细导火的原因都需要经过火调人员的调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又搁传出这比特犬攻击的事件，这是新竹竹北有一只比特犬呢攻击人的狗仔，互伊颔棍受伤。这动保所稽查结果发现讲，这只比特犬呢无登记，而且嘛无目锁啊，也无挂安全喙罨，所以要甲主人来罚8万元。民众看狗仔散步，路边熊熊钻出一只比特犬，甲狗仔颔棍直接夹落去。附近民众看到，赶紧来斗相共揪一段时间，才甲2只狗仔分开。不过，互比特犬夹到的狗仔颔棍有10公分的空喙，赶紧送医。我反应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它已经咬上来了。对，然后那个时候早上10点多。这边还没有人，我就一直大喊说谁家的狗。我当下的情况真的非常紧急，我们只想要赶快把狗分开。然后一分开的当下，最后来帮忙那位先生就大喊说他是比特，
你赶快报警。新德县动保所接到通报了，拜下晡派人去了解，发现比特犬主人饲比特犬无登记，已经违法。佮加上东港无替狗仔挂安全喙罨，也无甲狗仔牵条的，再造成这桩攻击事件。按照动保法，先罚86000块。在比特犬的部分，它是没有做一个登记的动作，这个部分我们会裁罚5万块。然后在它也没有施打晶片，这个部分我们会裁处新台币3000块。另外就是在外出它没有做适当的防护动作，这个部分我们也是依照动保法的法则去裁罚新台币3万元。然后它有造成其他动物犬只的一个受伤的状况，我们也是裁罚新台币3000元。动保所提醒民众，饲宠物除了拢需要登记以外，带狗仔出外散步，一定要用锁仔牵好势。若是较危险的宠物，亲像比特犬这款的狗仔，一定要挂安全喙罨，避免发生意外。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另外，伫苗栗的一间狗仔园呢，是互人指控讲，这内底拍种的狗仔声大，拢互人甲剪掉啊。在县政府稽查了后，证实有影是违反着动保法，所以会甲业者来裁罚。另外，伫台中的石冈啊呢，有民众饲的狗仔是互人甲偷饲，即马检体已经送去化验。狗仔看到身份人一直叫，不过声音，乃骚声叫袂声出来。苗栗县公馆乡一间由4社的兽医师经营的林林犬舍，互动保团体指控内底有真侪专门饲来要探死的狗仔，声大互加掉，摆设无摆的狗仔也拢违法。繁殖的那个动物应该要在室内，不能在室外。动物它是割除声带的话，它也算是一个重大的违规。那都是咳嗽生病引起的啦，你要怎么证明？苗栗县府接报了后，20去稽查，工作人员讲无甲因加声大，讲是狗仔甲无破病造成的。验过稽查人员发现，狗舍内底饲290只的狗仔，品种是吉娃娃、雪纳瑞甲普比这小型的狗仔，其中有狗声大拢互加掉，已经触犯动保法。另外有探死的狗母超过7岁，也已经违反特定宠物业管理办法。声带切除的部分有90%以上都已经被这个业者释出这个施以手术切除，然后我们会依动保法裁处。结果进前，我都处理业者回应，东方所强调，狗舍饲养密度伤悬，排放污水情形，要求业者限期改善。4社兽医师未来袂使搁再担任任何狗舍的换食场负责人。台中石冈区有民众70多年的狗仔被毒杀，包含邻近的兔牛运动公园在内，今年有5只狗仔食到有毒的物件死去。看狗，他那边隔壁的也是，以前也是都被人家毒死，下面公园那边也是都被人家毒的。倘查有故意伤害动物致死情形，依动物保护法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台中市府已经伫公园入口所在挂严禁毒杀狗仔猫仔故事，由期限是饲的狗仔遗体已经火化。动保处讲已经甲疑似的这动物送检化验，若查到有人挑工伤害动物致死，会依照动保法处2年以下徒刑，并科200万块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出现今年头一个这本土天狗热的病例，而且呢，佫一捆啊增加2个。源头就是来自一个境外移入的案例，3个人拢是同一个工厂的员工，判断有可能就是群聚感染。即卖卫生局是赶紧去消毒，嘛呼吁乡亲要注意环境的卫生。透早环保人员针对户外水沟啊全面加强喷药啊，确保大家所在拢爱喷较够，要防止天狗热疫情摊开。根据疾管署20公布，台南增加2个本土个案，拢是20多岁少年仔，伫南区同一间工厂做工，研发是工课场所群聚感染，即阵患者拢伫病院治疗，病情稳定。不过这嘛显示出有本土传播的风险。2例登革热本土病例，那为南区工厂群聚。那在这边要呼吁我们的雇主跟仲介业者，如果移工有出现疑似登革热症状，请立即通报卫生局。如果没有通报卫生局，将依传染病防治法处新台币
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的罚款。这是台南今年头一摆出现本土天高嘅确诊，隔一摆出现2个。卫生局调查发现，感染源哪像是同一个工厂，来自菲律宾9月底入境的外籍移工。卫生局已经针对工厂宿舍甲徛家，拢完成环境消毒，嘛扩大采检174个接触者。这阵当地社区嘛提高警觉，出动人员，逐工来清理。每一期那个症状会不一样，可是你交叉感染那个病毒交叉的话，就是会变成重症。在工厂内底发生的，安尼但是伊的户籍都伫阮这里安尼我都这个嘛是来担起这个责任来做。礼拜一开始，阮有一个区级会议这个里长有一个共识马上每一天我们连续要1个月的时间全部拢做知清的工作。因为天高嘅拢伫热浪，结果10月底地转好，市府嘛呼吁大家，虽然天气豆豆转凉，不过也是要定期摒扫环境，才通防止疫情扩大。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中代理一间处理医疗废弃物的工程公司，互民众甲环保团体呢指控讲，因有真侪届拢来违反着空污法甲废清法，而且即卖呢又搁要来申请这甲级废弃物清除处理许可，要甲延后长，所以要求环保局都要开2场地方的说明会，袂当轻轻啊放落。因那环保局是表示讲，最近这3档已经甲业者来罚300多万，未来会请专家严格来审查。反对产权许可证，汉旗滚出大理区！汉旗滚出大理区！民众啊，环保团体提票语，伫环保局头前大声抗议。伫台中市大理区经营20多年，专门处理医疗废弃物的汉记工程公司的废弃物清除处理许可，将近伫2005年底到期。民众指控业者连续3年超销废弃物，环保局敢若罚16万，要求袂当阁放目。爱来地方开说明会，已经有答应说要迁厂，但是他一直都没有迁走的这一个，然后跟他之前已经有被裁罚过36次，但是一直都没有更积极的行为。他这个不当立德，环保局居然没有依照空污法第86条去加重他的罚锾，就说我们就是依照这个裁罚基准，所以我罚16万。这我们觉得非常的夸张。民众拢真愤慨，环保局出面回应讲，一般废弃物清除处理许可点延是5年，不过2023年的时候有甲标准加严，搁予伊点延1年半尔，过去3年彻查87届，发现业者违反空污及废清法10届，裁罚320多万，绝对无甲放目。我们是严格管理，所以我们大概创下国内首例我们核准期展延期只有1.5年，那这一次再审。可能会再更短，会再更短。那第二个加的条件也会更多，就依法办理啊。那这个我还款的那个我们不做回应啊。环保局讲，目前业者申请点延已经通过初审，要召开说明会无法律的依据，后续会请5位专家学者严格审查，积极和民众沟通说明。业者强调讲，尊重地方的意见。目前已经有咧另外找新厂区，有计2-3年来迁徙的计划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伫港仔厝的捷运站呢，有旅客是穿长裙，结果伊的裙尾煞互电楼梯甲夹入去，有民众好心倒起这紧急铃，这电楼梯呢虽然讲是随动点，毋过煞险啊害其他的人来跋倒。因为台北捷运是提醒讲，坐电楼梯的时阵，一定爱踏伫乌色的架仔内，穿长裙，也有软塑胶鞋的人，拢着加注意。当头仔查某囡仔跍伫唱花电梯边仔，阁有人甲斗相共，画面放大来看，原来伊的长裙卷入去唱花电梯内底，互伊袂震动，一直用手扭，毋过扭袂出来。之前鞋子不是也会卷进去嘛，所以裙子也有可能的，所以就是裙摆要小心。自己走有时候会踩到真的有风险，一定会啊。所以你自己就是坐电扶梯的时候稍微拉一下。我自己就有从手扶梯上摔下来过，所以我会特别小心啊。这是伫台北捷运板南线发生的，旅客19暗时7点外为3号出入口坐秀花电梯去港仔站月台二车，军机意外卷入去。热心的民众到市紧急开关，电梯才暂停运作。经过站长到场处理，通知维修，协助伊脱困。请握扶手，站稳踏阶。手环好好，脚徛好在，熟悉的广播声，旅客绝对无生分。不过伫手环电梯遮，其实原来有告示，提醒爱小心空旁，因为台北捷运不时发生手环电梯卷入去的事故。有人受伤，有人受伤。
几个人，3个。警消局无到场，享受假期的一温新埔站有旅客穿拖鞋卡伫手环电梯，致使故障滴害，其他乘客也因为安尼跋倒受伤。为数据来看，今年7月甲台北一温手环电梯跋倒受伤的事件，至少统计有6件。台北捷运每座电扶梯侧板均有告示提醒旅客务必注意间隙，避免长裙或软胶鞋夹入。扶梯上也有张贴醒目的黄色提醒。旅客穿长裙、拖头长裤，也是穿软拖鞋、布鞋坐手环电梯，拢要加注意。台北捷运尤其提醒，唔通挖进大帮，也是边仔的空棚，都惊无细致，唔若家己受伤，佫害到其他乘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消息来看，一个欧洲国家呢是来指控罗西亚的无人机侵入别人的领空，所以因宣示要来强化无人机的防卫。就亲像英国即马是宣布会授权英军，甲任何挖进军事基地的无人机拢甲弹落来，未来也会考虑扩大范围。无人机甲英军挑战假设主力战车的超音画面翕落来，但确实这架无人机是无经过授权的不明无人机，未来都唔若是防干扰信号落来，可能互敌面部队拍落来。We will always do what's needed to defend British people. And as we speak, we're developing new legal powers to bring down unidentified drones over UK military bases. 对我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波兰，到进前举行北约峰会的单位，拢先后传出不明无人机入侵的事件。相关国家讲，这后壁的中间人一定是罗西亚。另外，因为俄罗战争3冬多以来，无人机已经变作战场的重要主角。北约组织的欧洲会员即马发现讲，必须要对无人机的研发、生产、加码来投资。Within months, we will establish the new UK Drone Centre, and within this Parliament, we will double investment into drones and other autonomous systems to more than £4 billion. 另外，欧盟进前嘛公布各方战备路线图，执委会讲是为了防范罗西亚破坏欧盟的卫星，所以来要建立整合欧洲各国的太空防卫。不过，即马敢若是初步想法，具体计划和预算拢还未出来。另外，就伫英国国防大臣施里公开发言进前无偌久，伫德国南部巴伐利亚邦的首府慕尼黑，当地机场伫即马拄过去的拜6礼拜，传出有无人机入侵，互因伫暗时10点和11点，这2摆拢暂时甲机场关起来半点钟，半暝了后就恢复正常。当地警方讲，并无发现任何可疑的飞行器也是人员。公司新闻施家人编译。这俄乌战争拍到今已经超过3冬半的时间啦，其中呢，这无人机就是双方真重要的武器。东欧的国家波兰呢，嘛定定去互罗西亚的无人机来甲扰乱，所以为着要来培训人才，波兰有一间学校呢是来开课教人安怎制造甲操作无人机。将无人机放飞去空中，学童一边操作手臂，一边抬头看无人机飞到倒位。今年9月，陆军无人机飞过波兰领空，和波兰甲北约组织紧急升空战机防具，拍落几啊只无人机。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这是2战以来波兰上关键军事冲突的时刻。为着培训相关人才，军校开办第1个青少年无人机课程班，教导学童制造甲驾驶无人机。No to jest takie porównywalne w sumie do gier komputerowych. No jest zabawa, no bo to jest fajne. Fajnie się tak lata, to szybko tak wszystko. No ale jakoś, no na pewno jest to realistyczne, ale jeśli się trzyma tego prawdziwego drona i się tak lata, to jest różnica. 即卖俄双方拢利用无人机来攻击，波兰为此组建一支特殊的无人机部队，预计今年会用5400万美金预算买一批军用无人机，也积极培训青少年人才。唔但爱学习使用无人机，也爱了解无人机伫军事战略中的作用。像陆军无人机飞过波兰领空的第1日，学生也自主伫课堂上展开讨论，研究前方敢是甲学到的课程内容同款。Brakuje takich osób, brakuje operatorów wśród młodych osób. Brakuje osób, które mają tą wiedzę, które potrafiłyby bronić naszego kraju. Teraz nie zastanawiamy się, czy to będzie latać, tylko jak dużo tego będzie latać w koncepcji i wykorzystania cywilnego i wojskowego. 虽然军校学生毕业了后无义务加入军队，因为国内少学生的目标都是加入军人。
这间军事高中除了甲附近的军事单位协调，培训学生之外，目前也正在找找新的合作盘，无排除可能甲乌克兰军队合作训练活动。除了波兰，同款是北约成员国的立陶宛，正正也开办类似课程，教导学生会晓制作、编写无人机程式，搁知影驾驶无人机，以便对抗未来路过的威胁。公司新闻台是董炳业。这稀土是高科技产业的关键材料，中国呢对稀土的出口是定出新的限制，这嘛互全球市场是愈来愈紧张。即嘛美国甲澳洲有来签一份稀土的协议，总额有85亿的美金，这互人看作是深化合作，要来分散中国稀土市场的做法。美国总统川普甲澳洲总理艾班尼斯伫白宫见面，签署经过5个月谈判的稀土甲关键矿物合作协议。双方强调，这是两个国家长期盟友关系的新开始，也是供应链重整重要战略的一步。We work together very much on rare earths, critical minerals, and lots of other things. And we've had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e've been working on that for quite a while. In about a year from now, we'll have so much critical mineral and rare earths that you w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them. 川普强调，这份协议是美俄盟友长期合作的象征。两个国家将会在未来6个月内，分别对采矿加加工项目投资10亿美金，并且把关键矿产设定上价的绩效。这正是西方的矿商期待真久的一步。双方将会在能源、科技加防卫产业加强合作，强化对关键矿产的掌控。美俄也公布检视奥克斯安全联盟的进展。美国正在替澳洲建造第一代核动力枪舰，按算2030年进行到，代表军事加资源合作做伙进行。On defence, we've already had a discussion about taking it to the next level. Our defence and security partnership with AUKUS is so important for us, and I thank you for the support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are giving. 艾班尼斯也讲，稀土合作加国防合作关系正大，将会确保澳洲伫印太地区担任稳定、强劲加安全防线的关键角色。美俄稀土协议，负责人认为是供应链拓展化的重要里程碑。分析讲，自稀土资源到军事合作，两个国家正做伙一个建构科技加安全双重联盟，为新的地缘竞争做准备。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Amazon 的云端服务呢，总是雄雄各样去，所以全球真侪网站甲应用程式 App 是拢总上千个，全部拢袂顶袂当。这官方是指出讲，事故的地点就是伫美国维吉尼亚州的资料中心，经过9点钟的抢修，即马已经豆豆啊恢复。位伫美国维吉尼亚州阿斯本，亚马逊云端运算服务 AWS 的资料中心发生故障了后，工程团队继续监控系统运作。根据追踪网站，当日提取统计有数千家用户通报异常，是去年 CrowdStrike 发生史上上大规模。IT 故障了后，规模上大的全球网络终端。And all of you using Amazon, businesses, individuals, organizations, you've got one or several buckets, and when connections to the buckets or keys that connect buckets together or any type of plumbing associated with this may go wrong. Sometimes it's a little problem, but other times it can cascade and create a very big outage. 即摆各种影响遍及各领域，为游戏平台到金融应用程式，甚至麦当劳外送系统，甲英国银行的 Apple 拢出现电子困难。专家指出，这是 AWS 美东资料中心 USES 环路线出现异常。过去2020、2021、2023年，这个路线也捌发生类似故障。So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is kind of issue is usually relatively fast. It's not cyber related.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to note at this point. We see a lot of the word cyber or security going on in the media as well at the moment. There's no indication that this has anything to do with that. This looks like a good old-fashioned technology issue. 是 AWS 甲软体 Azure、Google Cloud 高占全球云端市场。专家分析，一旦任何一个供应商出现技术异常，全球连锁会破提示。We are so reliant now on being online, and a lot of these companies are now forcing us to do a lot of our transactions online. So they're removing other options like going into the bank to make payments. Telephony banking is also quite difficult to do nowadays. So the more the companies push us towards using the banking apps and these sort of services online, the harder it gets for us then when these apps and these services don't work.
阿马斯回应，目前大部分系统已经恢复正常，工程团队也在监控状况，增加提醒分段和生活更加方便。因为全球伤济服务，靠少数的几间大公司一旦出问题，影响范围可能比咱想的也较大。公司新闻台为您编译。来看咱国内即马一寡艺人呢，为着因的事业，所以会来闪做兵。经过内政部的清查，今仔日是由检方来发动第三波的搜索。艺人邱吉凯也有陈碧林等等，拢有互人家约谈。面对这闪做兵的问题，国防部长郭立雄伊是回应讲，会加速甲军医局来建议，无排除甲体检的标准变严格。艺人邱吉凯伫帽仔穿乌衫，去互警方带回去。赶快互躯体，还有艺人陈碧林，甲 Energy 的团员张书魏丁人。为什么要伞兵啊？这花了多少钱？面对探问是无话无据，互警方带走的艺人，还有担接伫60届金钟奖得奖的拉力帕成员廖文杰。是威廉介绍的吗？不是有家族性遗传吗？这波搜查约谈是由检方亲身带队，按算约谈10个人，估是艺人都5个。拢是甲闪做兵的问题有关系。现在 Energy 团员昆达有风声讲，因为工课的关系，目前人无伫台湾。邱姓艺人遭受拘提，经初步了解与当时服家庭因素及申请提前退役无关，相关细节后续则交由司法检调系统进行侦办厘清。这个涉案的查甫名册，捌提出免做兵的理由，有人讲是下居，有人是地中海贫血，家族遗传的镜头，有人是做替代药。这其中敢有涉及不法，检警当咧厘清。不过专案会逼出来，是为这个案件拖出来的。你花了多少钱伞兵？艺人涉嫌闪过做兵，检方已经几届搜查，包括艺人陈零九、拉力帕成员威廉等人，顶日已经去互起诉。内政部清查了后，有找到92个个案有真大共同性，互警方扩大侦办。这届佫发现有艺人涉案，因拢是找共一个不法的集团来斗相共。我们会就这个相关体格认定的标准等等，然后还有这个避免有这样子的一个闪兵的情况发生呢，我们有做个相关的一些预防的一些措施。针对一直传出闪做兵的情形，国防部长郭立雄回应讲，会加速甲军医局的讨论，来做出相关预防的措施，无排除做兵的体检会甲变得较严格。记者综合报道。好，这艺人为着事业来闪做兵，毋过煞摕到金钟奖，这是引起各界的关注。那也立委是呼吁政府应该就爱来改进。因那文化部是表示讲，因尊重评审团的决议，未来敢会甲金钟奖的资格变较严格的。李万是回应讲，会搁再来建议。谢谢我天上的爸爸。不好意思，这阵子让你担心了。这伫金钟60欢喜领奖，拉力帕棒棒糖摕到这摆最佳实景节目主持人奖，因为进前5月威廉才逼出闪做兵的争议，互因迄当阵是真失意。庆功宴的时阵，国防逼出规团6个人拢无做兵，但是强调100%合情合理。但新闻小结之一说，因为闪做兵红骨体。我们并不完美。但我们还在往成为很棒的人的路上。我是尊重那个评审团最后做出的决议。那另外一件事情属于司法的问题，我想我当然也是尊重司法最后的判决。艺人闪做兵的案件，直直小检警第3波搜索的对象，除了小杰，陈碧林嘛捌得到第47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的男主角 ，Energy 的苏伟是捌入围第61届金马奖的最佳男主角。伊所属的男团是伫第36届金曲奖得到最佳演唱组合含年度歌曲。首届开始伊做制作人的电视剧，伫第59届金钟奖得到真侪项入围。外界质疑刀兵和得奖资格认定敢嘛受罚。这点我们来再演绎一下，因为我们金钟的历史蛮悠久的，我们可以再追溯回去，有没有这样的限制？主持节目是一件事情，那兵役的问题其实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哦。当事人在面对所谓的这个社会观感不佳的一个状况哦，身为公众人物哦，也应该要虚心的检讨。韩国许多的艺人对于当兵来说是不仅是积极，而且是非常非常有光荣感。作为我们平时所有全体的国人，甚至是年轻人有一个样板。所以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未来文化部、国防部，我们都应该积极的来做一个宣导。在野党呼吁政府应该较紧来补破网。文化部长李元是表示讲，完全尊重主办单位，但伊嘛讲会搁再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这劳工的权益，中营航空的空服人员呢，是因为上班无爽快煞过星期。这公司虽然讲有出面来回息咧，也毋过工会是认为讲这请假制度问题要是无解决，所以拍算伫10月26，中营咧办马拉松活动的时阵，要来穿白衫表达因的诉求，要求公司改善制度。不远的世界现在因为失去了一位伙伴而风雨交加。中营有空服员因为破病，搁继续上班，尾也不行过往，引起外界批评中营的请假制度太过酷刑。虽然中营高层17有开记者会回息咧，也讲会检讨，但是通风市空服员职业工会不满公司无直接回应请假制度的争议，所以拍算伫10月16，中营办马拉松活动的时，呼吁大家穿白衫来声援。的代表。然后向董事长林宝水以及总经理孙家明呈上我们的陈情书，还有白色玫瑰，请两位收下我们的话，不要回避，也请公司正视并改善现行的请假制度，还有企业文化。另外，针对顶一日民航局长伫立法院备询的时，讲空服员无牵涉贿案，引起争议。空服员职业工会也批评这款讲法是非常无尊重专业。因为一个空服员他进这家公司之前，他一定要先经过3个月的飞安训练，就是开关门或是机上失火怎么灭火，然后万一旅客要从飞机跳slide下飞机的时候，怎么协助他们，这都是空服员的工作。工会强调，10月26的马拉松活动，因袂去伤害任何人，也袂去影响本身的活动，只希望邀请民众穿白衫，打空服员请假无罪标语，用温柔的方式来表示哀悼、表达诉求，互请假无罪，毋那是口号尔尔。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这2日来受到这风尘风台甲东北季风的影响，双北市呢这大水雨是直直落。台北市山顶的文化大学即马已经改做是远古教学。也那擎天讲今仔日早起呢这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300毫米，排全台湾第1名，所以天气民众千万都要注意防灾。雨水变作水雾，一阵一阵破起来。伫学校附近虽然有热雨伞，毋过步步艰难。风尘风台加上东北季风滚架，草山顶的文化大学21改作山顶上课，嘛有学生照常出门。没有打，没有打。有吓到吗？有，刚才叫声。每个礼拜2风雨阻上，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结果真的有一点大，所以我们就要离开。嘛有爬山的人原本要上山，嘛被迫放弃。草山顶连续2天风头雨强，那20个载雨级阵风，可能还有超级的大水雨。记者现在就位在阳明山文化大学后山，可以看到现场呢，雨是随着强劲的风一阵一阵打过来，甚至还有机车受不了当场倒地。那是草山，根据21气象署的资料，台北市包括上山、信义、大安、中山、中正这几个区域，平地依然有大水雨发生的可能。那树林、北投山区，各可能有超级的大水雨。另外，新北市嘛要注意。目前看起来总累积雨量，我们大概有可能会上调到600到1100毫米。那各单位还是要严阵以待。新北市长侯友宜透早就来灾害应变中心。各交控中心关心雨水，因为新北包括邦桥、三重、中和，同款几内地区有大水雨发生的可能。另外，山区三峡、石碇、平南、平溪、乌来，怪水超级的大水雨，再当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南投县卫生所呢，设备普遍拢有较旧，亲像这看诊报道，即马要是爱靠人工来登记。另外，这公务车呢嘛已经骑超过10吨啊，恐惊是有安全的记录，所以议员是要求县政府着爱赶紧改善。我要看诊啦，我喺度看医生。民众到卫生所互医生看，无法度直接插健保卡，也需要人工一个一个处理。另外，全县的卫生所有130台公务奥多摆，501台骑超过10年。南投县有议员也批评卫生所一寡基础设备煞真老旧，为卫生所甚至冰箱废弃，无法度保存费，就才会检体。
伊去病院就那种岔开，啊，遐搁爱人工报道嘛，浪费一个人力在那边，可能需要改善。卫生所的这个摩托车方面，我觉得如果没有办法及时的来改善，是不是用这个差旅费的补贴啦，或是油资的补贴？许费结合个案啦、疫苗的施打啦、幼儿园的管理啦、学校管理啦，这个都需要我们公卫机车的一个协助出门，真的是比较老旧的。像我们南投市卫生所因有的机车，机车拢20几年，好几台甚至27年哦。希望是说逐年的我们来编列相关的预算，要逐年的一步一步的来做汰换。机关也讲，全县13乡镇市卫生所，拢总有130台公务奥多摆，其中81台使用超过10年，甚至有20多台骑超过20年。卫生所医护人员若要去访视个案，到社区也是学校宣导才会工课，出勤的安全拢互人烦恼，要求管府爱重视，赶紧换新。未来我们也会逐年来盘点这个机车的这个耗损率，好，来逐年逐步汰换。针对疫苗在使用或检体在使用的这个冰箱，不管是县的预算或中央的预算，我们都有逐步在做一个争取。南投县政府回应，即马当前若骑家己的车出差超过5公里，拢会有补贴。也若卫生所的健保卡电子报道系统，伫11月底会完成建设，后续也会清点设备，并预算伫5年内完成。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中华的历史建筑西进一古厝呢，年久过深，所以损断甲真严重。即阵啊，这文资局总算是核定经费，确定要来甲修复。也若县政府嘛来办开工祈福典礼，预计明年底就会当完工。鹿港大有街的西进一古厝是过去的尊孝行，大约有200年的历史。伫2009年登录做中华县历史建筑，但是年久过深，去年因为风台地动，楼井崩起，等16年的时间，即阵文资局核定经费，确定要来修复。较早咱鹿港有芭蕉嘛，咱属于全蕉，咱是做贸易的。祖先伫遮所创立的有思进1号甲思进宝号。2个上号，伫个咱鹿港上繁华的时阵吼，伊会见证即个咱鹿港一府二路3万家最繁荣的时代。即个四进古厝是代表古早的即个商行，即马有法度来做即个四进古厝的整修，对于地方的即文化保存非常的即个有需要。西进一古厝是鹿港8九的全高商行，保存历前的建筑形架，门厅内有楼井甲楼尾厝仓库的设计，后院的古井嘛也搁伫咧，是保存真完整的古厝。县府表示，这边修复工程总经费爱2800万，预定会伫明年底完工。咱这个工程拢总核准有2800万元，那其中2240万元有这80%的部分。是由我们资局它来补助，那县府呢在议员的支持之下，我们呢出了420万，那应该给产权所有人还要出是140万。县府表示，西进的古厝见证过去港口北部家业繁荣加商业文化演变，期待未来整修好势，会当成做文化资产传承的据点，互大家认捌地方的发展历史。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来看屏东的九如有农民呢，是种出一款号做是西瓜加 LV 的马卡龙西瓜，这是细细粒仔，而且真古锥，还佫皮薄，而且也甜。食起来是甲大西瓜买同，而且佫会使挂皮来食。特别的是，这个种植的农民呢，原底是一个电脑的工程师，因为家庭的因素转做是，即马总算成功拼出好口碑。皮看起来深色，佮小可反光，比一般的小叶仔较细粒，切开是红肉。这是九如农民培育成功的马卡龙西瓜。果子肉看起来和大西瓜要同，毋过皮薄较无籽，因为大细粒拄啊好。有民众看到就摸一粒食看卖。也有好奇，但是觉得这个拜刚好，一个小家庭刚好啊。所以它这种小颗虽小，但是它的果呢还是有那种沙子口感。还算不错，而且甜度还够。发马卡龙西瓜的农民陈运全原本是电脑工程师，因为想要陪太太做伙照顾丈人，决定转来做事。因过拢种枣仔和青苦瓜，今年头摆挑战种马卡龙西瓜。7、8月时拄到天气歹，雨水济，种袂顺利。毋过翁仔某细腻照顾，逐粒西瓜用网地吊起来，落尾总算收成。因为我们第一批做完之后，后面这边刚好遇到台风下雨，所以这边的果味就会参差不齐。然后就持续上去了，
那我们的网室是因为我们有二层架，所以我这边还可以挂国。如果是一般的温室的话，它没有这一层，所以它如果到这边没有，就是下课了。太太的娘家在这边，然后因为我岳父前几年身体不好。所以想说，不然就回来这边试看看。陈运全表示，因为西瓜种植时间较短，若销路袂歹，因会考虑搁加种。九如乡农会总干事姜泰文表示，这款马卡龙小西瓜是新发的品种，特色是用蟒蛇无毒栽培，连西瓜皮拢会使安心食落。25农会准备500斤，邀请民众来试食。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之前，咱的副总统萧美琴伊是讲，这台积电生态系会去美国投资，这款言论互人质疑是甲护国神山刷互走。咱若行政院长杜英泰强调讲，这山伫咧台湾，台湾就是山，所以是无人刷会去的。另外，这台美关税进度，即马敢会用这美国车进口零关税，佮加上开放美国底来做条件，互咱的税率卖佮贴起嚟咧。杜英泰是表示讲，即马关税进度是犹阁咧收尾。台美对顶关税还咧谈判，不过副总统萧美琴顶一日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专访，讲到台湾毋若答应伫咧美国投资台积电，还佫包括半导体生态系，亲像供应商、晶片制造商等等，防质疑是甲山搬过。不过行政院长杜英泰日伊强调讲，台湾就是山，无人刷会走。山在台湾，台湾就是山，没有人移得走。不是过去啊，是力量的延伸啊，在那边。本来在台湾就会立足台湾，那因为就厂商而言，你到海外去全球布局的话，一定第一个要有订单嘛，第二个要可以赚钱。行政院强调讲，产业会有自主性的全球布局，这嘛是甲美国谈判台湾模式内底上较重要的关键。因若台美关税传出要用美国规价车进口零关税，全面开放美国猪肉，来达成取消税率塔起的情形。杜英泰敢若回应讲，谈判的进度要持续在进行当中。在国家产业的利益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国人的健康跟粮食的安全。各个项目的任何谈判的进行，都在这个原则上去进行，不会有特别的例外跟突出。除了关税，朝野立委嘛关注体育的发展，关心推动台湾棒球博物馆的进度。应该是整体运动的博物馆，我们希望说在保留这些过去我们运动前辈们的所有的文物，最近我们会积极去做来。不管是找地还是这部分，我们都有慢慢在规划。最近脚球协会有真侪争议，利用讲每年各项目会有家己的运动馆委员会，理事长是选举产生的卫视指派，每年至少爱开一届会，提供第一线运动员的想法和运动部，互各运动协会会当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来保障外送员的权益，这南绿党团是呼吁赶紧来设专法。国民党团是要来推动薪水的保障，也那民进党团的版本是要强调来定运费甲上架工资的标准。全国外送产业工会是认为讲，即马中央甲地方的意见无相同，所以希望会当赶紧来整合，赶紧通过专法，会当保障每一个外送员。外送员不管是好天歹天，拢骑车伫大街小巷在送，满足真侪人的生活需求。但因算嘛是上无劳动保障的族群之一。外送产业登陆台湾是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外送员都处于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劳动状态，没有任何薪资保障。今天可能跟你说啊，我一单给你60块，明天就降到40块。国民党立委廖伟雄是做这会期维权委员会调委，伊表示讲。已经甲外送平台管理和作业人员权益保障法的草案列作优先法案，会伫拜三第一摆来排审，希望透过明确的立法保障外送员的权益。可以来推动所谓提出薪资的最低的保障哦，它的这个底线的保障，还有职业保险的分摊费用，以及平台演算法的透明度跟申诉程序的制度化。国民党团的版本是希望订定合理的外送费的标准，要求演算法爱透明，设立申诉机制，而且甲商家、消费者和平台之间的权力分配合理化。民进党团的版本是有10个项目，包括平台袂当凊彩终止契约，一再保费是平台负担，确保外送员的离线权，平台袂当不利对台等等。订定运费跟最低工资的标准，
来双重保障外送员的基本报酬。不会让外送员每次拿到报酬的时候，就像要开惊喜包一样。虽然目前伫六都有相关注地条例，但是全国外送产业工会认为讲，现有的状况是中央地方无共调，造成地方有可能真歹做。希望各界会当正式讨论真侪档的专法含外送员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花莲灾区的公学上岗，虽然讲即马已经恢复上课，也毋过呢，这学生囡仔就算有钱嘛订袂到便当。目前即礼拜是暂时有民间团体到煮饭互因吃，也毋过当时才会当找到这长期的供应商，这是犹阁毋知影的。另外一边，这德鲁古影仔口的崩沙湖呢是来维持红色的警戒。林保署花莲分署表示讲，目前这水位离岸顶差不多是要挖3公尺悬。花莲公学上岗，顶礼拜开课实体课程，也毋过学生的中昼堂煞出现问题，因为市区真侪餐饮业者拢要咧复管，所以学校有钱也订袂到中昼堂，不方便，可能还要绕到很远的地方去买。店家都关了，很难找到。住宿学员他的早餐跟晚餐，我们要一并同时考量。那所以在学生用餐这个部分，最近有一些慈善团体来帮我们媒合这个所谓的义主团体来帮我们协助供餐。义主团体能够撑多久，我们不知道。校长表示，全校学生甲大宿生1、2、3等费用2万元，一个月估计超过10万，保证这当以各界先款先支应。好在这礼拜有义主团协助免费供餐，另外花莲公学学馆特别完成特别重建总协调官桂连祥表示，如果这只能伫中央下调甲马太安溪崩沙湖的红色警戒。这样不代表我们转型会跟着走，我们的转型还是按照我们的步调去进行的。镜头转去花莲太鲁阁演出口崩沙湖，有缘维持红色警戒。林保署花莲分署指出，因为早暗落雨，早起降潮水位到离坝顶大约2.94公尺，继续有咧摄漏，现场时间真悬，也咧调坝顶推进，希望减低坝管，挑战有完未遂。坝顶的施工环境真的是不佳，当然如果能够尽速施工的话，我们是希望能够加速它的溢流啦。我在强调说，这个溢流不是不好，因为它的水体不像那个马太安溪淹设这么大量，所以它即使下去，可能我们评估对于我们在我们的影响范围之外，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对于太鲁阁演出口崩沙湖，桂连祥表示，关键的业者开价收悬，刷落来会找优良厂商来比价，高开标，只要开好了后，水会当慢慢的流出，都袂有灾害。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摩洛哥的传统浴场是真有名，也毋过即马时代已经改变啦，店厝就会当洗烧水，所以这传统浴场到底安怎保存，也真做是一项挑战。拍开浴景的门，工作人员将传统高压状的乌色塑盆加入增加花甲草油，用水落来，准备予人启用。北非穆斯林国家摩洛哥的传统公寓浴景叫做哈曼，因追溯到罗马时期，后来伫伊斯兰文化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将做信徒祈祷进行净身仪式的一部分。常常起伫清真寺附近，早期是烧茶。每日透早就开始运作，来洗身躯的人客用成都伫大理石房顶悬享受蒸汽浴。工作人员也为人客洗身躯，伫放松以外，这是妇女交流开讲的重要所在。كان فضاء لإمكان العلاقات التواصلية وبناء الاختلاف، لأن المرأة ما كانتش في الساحة لا اجتماعية لا سياسية لا اقتصادية، وبالتالي الحمام كان كيتيح لهم هذه الفرصة ديال التعارف، فرصة ديال إثبات الذات。门内伫遮开讲真侪重要场合，比如结婚、产后1礼拜，或者是囡仔挂礼，拢会伫遮分享经验。这间已经甚至为新娘提供食品布置空间，可以甲亲人翕相唱歌、烧香庆祝。业者承认，即马时代变化，现代SPA顶养生中心咧流行，因也爱伫传统内底加入新的服务。مي درت هذه الفكرة هذه عجبتني، مي ما خرجت من الحمام بلدي، بقيت في داك الشيء ديال الحمام ديال حتى فاصون راه شفتوا بان جليج بلدي، بان كشتو دي بلونط ناتورال باش نخدم، بقيت في هذاك ديال الحمام بلدي، غير هي زدت تحسينات شويه د الموسيقى، بتي ماساج تخدم بوحدها، ما تبقاش داك الجو عامر في الحمام، الناس يجيبوا وليداتهم。摩洛哥疫情伫疫情甲爆发水资源危机的时阵，把后关封关起来，而且即卖家庭伫厝内用烧水洗身躯，哈麦需求咧减少，安怎兼顾传统甲创新老人气，将做影响大的挑战。公司新闻张惠敏报道。来看英国伦敦最近是推出世界观了这个展览，来推广环保的观念。
在区园的温室内底，灰尘边啊铺真侪废弃的纱布，这款布大部分拢是来自自建商店，表示即马款式上真浪费。另外，这边展示的是花草拟材布料，传达自然甲三国的连结。这项全球威胁政治艺术，甲伦敦时尚周同时间进行。I chose to use textiles and fabrics and fiber like jute material and cheesecloth and cotton. These are naturally sourced fibers that I had sourced ethically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I also used natural dyes. 设计师好衫裤回归自然，免变做粪扫。Fashion industry, unfortunately, is not the most sustainable and is a fairly large contributor to global warming. But what we don't want is people feeling doom and gloom. You know, this festival is about actually a message of hope. It's about getting people to think a little bit about what they're wearing. 环境艺术家伫咧玻璃橱内面挂大型的装置，用麻、棉、丝这个天然纤维，佮搭配实物染料，也强调艺术唔那是美感，也会回应气候危机。I know that many artists may not have this as an underpinning issue in their work, but for me it'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I want my work to have to be responsible toward the environment. I want to think about its carbon footprint as I kind of work through things, and I don't want my work to be creating more toxicity or harm. 对食物的染料会当分解材质，到延长衫裤的寿命。这场展览传达一个信息，就是时尚会当唔免牺牲环境。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下晡晡的天气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2度到25度，中部地区是23度到28度，南部地区26度到32度，东部地区是23度到30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重会。